馬數八提一節樣講到，從今下唔會有定處罰，係嚟查在耶穌基督裡面。但係呢，因為在耶穌基督裡面是講唔會有除了本上帝擔係了。羅馬八提二節下係因為到呢個靈，耶穌嘅靈本是個獨立。本是個生呀，係嚟睇出耶穌基督嘅方面是個脫離從呢個罪惡嘅方面，因為佢死在十字架嘅下，叫人結束了，意思咪啊，一切人民嘅罪本嘅擔hết，係嚟曬嘅罪孽先。耶穌係個救主，係個上帝啊，從係個新人嘅知識，係個唔會定到處罰喺耶穌基督，因為咪啦，因為佢係靈，耶穌嘅靈本係個脫離從咪從呢個罪惡嘅方面，一切世間嘅控制係個能夠脫離一切。控制是咁冇辦法嘅，咪是咁冇本事做嘅，是咁變脫離喺耶穌基督嘅方面，因為一切耶穌做本事㗎，耶穌石龍眾人民係嚟曬開口之人嘅，是個得到嘅恩典，阿門。